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赖昌邦。基隆史上最高的孕妈咪补助将在7月上路。基隆市政府宣布好运乘3计划，包含了孕妇产检车资、营养品和孕妇装。一个孕期可以分2个阶段申请，每个阶段补助1万元，合计可以申请2万元，鼓励市民安心生、放心养。1、2、3，好运乘3。基隆史上最高的孕妈咪补助将在7月上路。社会处长杨玉兴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共同宣布这项好消息。市议员何淑萍也相当肯定这项政策的推出，包含孕妇产检车资、营养品以及孕妇装的补助，最高可申请2万元。其实我觉得这样补助是够的，因为交通费啊，然后保养品、保健食品、孕妇装，这些2万块其实是足够的，可以让我这一整个孕期都可以很轻松的可以买到保养品、保健食品，然后搭计程车、孕妇装，因为我其实怀孕之后胖很快，所以孕妇装这点真的是非常让我心动。因为孕妇装就是其实其他县市都没有，那就像刚才处长提到的，其实孕妇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身材慢慢变得比较胖，所以其实身心灵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可以有孕妇装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那在孕期中对宝宝也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孕妇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新的政策这样子。好，那你就带着你的妈妈手册，可是你还没有产检到6次，你立刻就可以去领1万元。1万元，1万元。好，那你产检，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很重要，鼓励大家产检，一定要产检。所以你产检6次之后呢，你就可以领第2次的1万元。啊，如果说你现在就此刻已经8个月了，你立刻早就超过了6次的产检经验，你让妈妈手册有记录，直接去就领2万元了。对，我们欢迎所有领有孕妇手册、妈妈手册的朋友们，可以到区公所，然后带着你的妈妈手册直接来申请我们3项补助哦。第一项就是产检的车资补助，还有营养品的补助，还有制装费的补助，欢迎大家哦。非常感谢市长哦，照顾我们孕妇。淑萍在议会争取哦，就是孕妇在产检的时候能够补助他们车资。那现在呢，不仅在产检的时候补助他们车资，甚至在打疫苗的时候都一起补助喽。就是产检跟新生儿疫苗补助6000块，然后在我们照顾我们产妇的营养1个月补助1000块，总共补助12个月1万2，然后还有让我们孕妇能够在产期能够美美的，然后补助孕妇装2000块。所以说，你如果是孕妇的话，拿着你的妈妈手册去申请，你就可以获得2万块哦。这是非常幸福的产妇。那也非常感谢市政府编列这么好的预算来照顾我们的孕妇。我们这一次呢，真的就基隆市政府也非常的贴心，那我们的谢市长呢，都各方各面其实都有帮大家想到了，所以刚刚包含所提出的3大层面。真的是基隆史上最高的妇幼的一个福利的这个金额哦，到了2万块哦，所以真的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可以更加的便利。所以你只要准备好你的孕妇手册、你的户籍资料，然后还有包含你的这个邮局存簿等等的一些这个资料呢，准备齐全，然后就可以到区公所来做申请哦。所以相信呢，这样子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政策，然后也帮大家有想到了各方各面的一些这个补助的一个政策呢。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在孕育的过程当中，都不会觉得那么的辛苦。这项基隆好运乘3计划相关经费经市议会同意后，最快在7月1号起开放申请。涉及在基隆的孕妈咪们，只要带孕妇手册、户籍资料、邮局存簿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就可以办理。透过这次基隆有史以来最贴心的好运政策，来鼓励市民朋友们安心生、放心养。记者黄日升、陈淑萍基隆报道。考期即将到来，国定古迹台湾府城隍庙庙内除了有主神城隍爷，还有24司爷，其中考公司和学政司正是在掌管考试，所以庙方特别举办巡礼祈愿活动，吸引许多考生参加，祈求金榜题名。
5月有大大小小的考试，不少人都会拜拜求保佑。台湾府城隍庙内有考公司和学政司，分别掌管人事成绩、教育考运，相传非常灵验。庙方特别办祈愿活动，还首次邀请外国人参加，穿着书生服，背着竹篓，走去清代时期的台湾府考棚遗址，体验古代仕途之路的辛苦。我以为今天我们来就是去拜拜一次就回去，但是又看还有这个服装啊，发现那边的文化那么多元，很特别，我觉得让我跟你们一起参加，让我很开心，很感动，觉得很有意义，把所有的祝福全部都融合在这些的活动里面。咱庙后多有一个清代考棚遗址，伊个遗构吼，较早伊是会当容纳3000了迄个考试桌椅的，来感受到迄个考场的迄个气场。孔子庙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发源地，学生也循古礼走去向孔子致敬，才算完成任务。回来的路上有上坡下坡，起起落落，就像是在准备考试的过程，要一步一脚印。这段路是一直行，愈来愈行愈悬，愈行愈悬。啊嘛，代表讲因伫个学习的这个阶段，考试的阶段是一步一步向前行，慢慢会当愈来愈悬，愈来愈好。活动结合宗教信仰、历史教育和文化推广，相当有意义。庙方特别准备700份的米糕饯送给参加的学生。但不管怎么说，除了来求神，考试还是靠自己最重要。祝福大家能金榜题名。记者收怀谈的报道。2024桃园管乐嘉年华今年迈入第20周年，即将在5月25到6月2号于桃园艺文广场登场。今年首度启动策展人机制，邀请何康国博士担任策展人，以桃园故事为主题，邀集国内外优秀的管乐表演团队，精心策划5场大型户外管乐音乐会，邀请大家一起来桃园艺文广场参与年度音乐盛会。2024桃园管乐嘉年华今年迈入第20周年，也是桃园重要的音乐庆典。今年首度启动策展人机制，邀请何康国博士担任策展人，以桃园故事为主题，邀集国内外优秀的管乐表演团队，精心策划5场大型户外管乐音乐会。会场周边还规划3大主题舞台跟市集，邀请大家一起到桃园艺文广场参与年度音乐盛典。有我们国内外最好的乐团，我们国内像是我们桃园自己的桃园交响乐、红坛管弦乐，还有高雄交响乐。国外的话呢，这是特别请到成立了101年的大阪交响乐团，他们101年来第一次到台湾来表演。5月25号开始，连续2个周末会在我们桃园的艺文广场，我们的所有民众都可以自由入场。我想所有爱好音乐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5个乐团。国内外最精彩的乐团，最好的表演，一次2个礼拜的周末端在你眼前，让你来欣赏，全家大小一起来欣赏我们桃园，让我们桃园变成一个最爱好音乐的城市。这次特别邀请日本创团101年的日本大阪市音乐团7首英国指挥家道格拉斯·博斯托克来台演出，这也是乐团首度来台展演，曲目也特别精心准备，将带来难得的音乐飨宴。今回のフェスティバルでは、これまで当楽団との共演も多く、楽団員との信頼関係も厚いダグラス・ボストックの指揮のもと、私たちの魅力が存分にお伝え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を組みました。また、日本の吹奏楽作曲家伊藤康秀氏が1992年に台湾管楽協会から移植を受け、作曲した台湾教師曲という作品も今回のフェスティバルで改訂版の初演をいたします。台湾の民謡を織り交ぜた吹奏楽作品を皆様に聴い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除了大阪市乐团来台演出，这次还邀请马来西亚的学生乐团、台湾各地的管乐团以及社区乐团登台演出。桃园交响管乐团还邀请在地书法家一起结合挥毫，带来特别的开幕展演，精彩不容错过。
我们还以桃园管乐嘉年华作为一个平台，邀请了全国现在总共有21个县市的社区管乐团，大家都报名要参加在6月1号晚上的这一场桃园群英会的演出。这是成人的部分。在年轻人的部分呢，我们也请到了马来西亚的一个乐团到台湾桃园，跟我们自己本地的10个学校的学生乐团一起共组一个大的团队，桃园成立的一个亚洲青年管乐团的一个大汇演，这都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当然还包括我们自己本身桃园交响管乐团，结合了多元文化的艺术，以及邀请全国优秀的团队高雄市管乐团一起来演出。所以从在地到国际，从专业到社群，我们一应俱全。2024桃园管乐嘉年华即将在5月25号到6月2号在桃园艺文广场举行。除了自由入场的户外音乐会，周边还安排了爵士、古典、轻音乐、流行跟经典老歌演出，还有以管乐为主题的市集区，摊位内容多样，选择丰富，邀请大家一同参与年度管乐盛典。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位在高雄前镇的拉瓦克部落在3月底全数拆除，未来部落的居民将迁至凤山中仑异地安置。这起拆迁案历经多年的诉讼，在法院判决市府败诉之后，高雄市政府决定不再上诉，并且认同原住民族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经过协商之后，达成异地安置的共识。而前镇河畔的拉瓦克部落不在，我们要如何共同思考这个人权议题？初春的早晨，这是拉瓦克部落在前镇河畔最后的身影。今天将要拆除最后一户，陈美金和家人也把握最后的时间，将重要的东西一一搬离。这个判决确定之后，就有11户的族人是胜诉的，市府是就是尊重这个判决的决定，然后决定要全力协助这个拉瓦克部落族人的一个安置，所以后续就不再上诉了，然后我们就启动了整个拉瓦克部落的一个安置计划。我想这大概是从这个111年年底到112年的1月，就决定启动这样的一个安置的一个协商，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有超过30次以上的一个沟通会议。对，我想那个沟通会议除了是倾听之外，然后也要跟部落的族人协商说，他们觉得，哪个地方是他们觉得最希望能够安置的地方，再就是安置的模式，还有他们可能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再次协助的。对，那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我们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们跟陈其迈市长一起开会的时候，看到这个判决的结论，我们市长其实他非常严正的讲了一句话，对在场的首长他就说台湾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就是原住民，我听的是很感动的。然后他在讲下一句说，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原住民，他们的居住权我们本来就应该要重视。加油！我到更好的地方呢，我们要继续讨论未来耶，对不对？好啦，谢谢你。哦。是没事的。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好。一起努力，好不好？因为从他爸爸。那个时候这边还是运河的时候，他们就来，所以他当然会很不舍。面对自小长大的部落要成为一片平地的现实，陈美金忍不住放声大哭。对他而言，拉瓦克部落是父亲和众多长辈胼手胝足所建立的。如今父亲已远去，拉瓦克部落也将成为历史。可能情感上是有，当然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感啦。可是妈妈情感比较丰富啦，我们做儿子的还是要比较冷静一点。对啊，我们还是蛮乐观面对未来的。过去之后还是会叫拉瓦克。你说过去那个安置的地方吗？当然一定是啊。对啊，虽然这个地方被拆了，可是拉瓦克部落绝对不会消失啊，在我们心目中。
到别的地方还是拉瓦克部落。所以你觉得对那边安置那边，你觉得还满意吗？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到底满意还是不满意。我没有现在没办法回答你说满意还是不满意。可是目前市政府有释出善意啦，对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先等待看最后安置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这样子。2024年初，市府和居民历经多次协商取得共识之后，拉瓦克部落在1月起陆续拆除。市府提出在凤山的中仑异地安置，两地距离大约7公里。这个见证台湾工业发展以及高雄城市转型的部落，正式的消失在前镇河畔。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连串我们对原住民部落殖民的故事的一串。从山里面，然后从原本的部落，然后我们进行外来殖民者就是觉得就是要管理嘛，然后冲突之后便于管理这样子。那你当把人家的故乡毁了，他们开始要到都会区来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区大部分是他们建的，对不对？好，那他们形成了聚落，在都市里面安身立命的地方，你都不给任何机会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很短视的。而且是继续是一个殖民式的想法，所以殖民式的提供，你们的存在不具任何意义，不具任何这个需要，那都市里面不要你这个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社会里面不需要你们，所以我可以把你拿掉，那我。这个现在看起来市政府是这样子，就是我有安排安置啦，然后给你怎么样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不要讨论那个安置的内容公不公平啦，这都另外可以讨论，都还可以改善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多。但是你把一个聚落拿掉，那就高雄市的历史又少一块，然后你就打叉叉嘛。我们过去我们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子？我告诉你，有一部分我们是隐藏起来、消灭掉，因为不值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啦。我觉得从一个都市发展的角度来讲是很可惜，因为一个都市，我们看到其实欧洲或者说看一些伟大的都市，我们就觉得好了，就再讲尽这个急功近利一点，你要吸引观光客。你高雄市独特的地方在哪里？你市中心如果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你能够让它留存，你就可以证明这个都市的骄傲的地方嘛，对不对？有多样性，我让它就是让它继续存在，而且我尊重它的存在，对不对？你这么为了发展，然后那地价越来越高，然后你整个就把它有系统的弄掉，这样子，我觉得未免太屈服某项的利益，某些人的利益，或者说某种都市发展的想象这样。市府认为已经做出最大的善意，同时也认同原住民族是台湾的主人。但部落却依然只能在政府提供的候选名单中找寻下一个拉瓦克的落脚处。从怪手拆下招牌的那一天起，部落就注定了崩解的命运。新的安置方案出炉，但部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目前我们订定的这个行政契约就是说可以设定地上权设定50年，对，50年，所以就是说还可以，就是他们可以继承给他们的下一代啦，自立造屋。对，不但是自立造屋，盖自己所希望的住处，然后也可以比照他们原本在中华5路县址住处的面积，到这个我们中仑基地的时候，就是多大的一个面积。那另外在新建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有中继安置或中继要住到社宅的，我们也会有提供租金的协助。那当然，他们在这个新建的过程中，也会媒合像高雄银行有一些贷款的一些优惠。拉瓦克的纷纷扰扰看似走到了最终章，这起重大事件的判决也提醒着我们必须更重视何谓人权，以及我们要如何看待不同族群在都市里的发展脉络。理论上，行政体系它天天在接触社会变动，应该都是最新有这个思维的。好，但是总之，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我们很高兴，整个政府体系广义来说，包括司法单位，终于有人看到最新或者说比较
这个新一代的人权的概念，哦，他不会单纯只是用说啊，我就给你跳，我给你播送哦，或者我叫你搬哦，米叫你躲，有遮风避雨，不让你流落街头，这种很狭隘的东西。那你刚刚讲，比如高市政府原本一开始讲说这原基法不具参考价值或什么，基本上我也不意外，因为现代的公务员的养成过程，一直到他后来训练整个机关运作的过程，他有去想到说族群这个正义或者说转型正义吗？没有啦，我觉得是要互相社会的不同力量、不同的概念互相冲击啦，然后公务人员要与时俱进哦，所以我觉得司法引用了2公约，哦，引用了这些，比如说最新的居住权的这些概念，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人权运动有一些成果，哦，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面的事情。那现在就是看这些公务人员，对不对？你养成的过程，你训练的过程，你每天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你会不会把这些都放进来嘛？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占地为王干嘛，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人现在住到家，是因为就是有这个社会，这些都市成长的需求，它是现实。那你怎么样去让这群人能够安居，然后这个继续生活？这里面不是单纯的说啊，我把你弄掉，然后去找地方让你住下来，就这么简单而已。但是就很可惜，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应该是好好从这些里面学到一课啦，就是让他知道说人权其实没有那么狭隘，哎呀，还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得起历史，或者对得起社会这样。这个其实都在考验或者说呈现主政者，就是其实我们看高雄市另外一个案子是国菜市场拆迁案。国菜市场拆迁案过去从1970年代发生到后来被拆掉，中间经过6任还7任市长，里面只有一个谢长廷曾经有想要提出，由市府提出几个可能解决方案，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是 leadership 的问题。你有一个强，或者说有视野，或者说你有这个人权概念的这个领导，市政领导层级，你就会有可能去做出这个方向。那当我看到市长或者说市长室传出来的讯息是这样，底下公务员，我当然就会在不违法的状态底下，把我的行政去满足这个符合人权的方向。所以我经常讲，依法行政这4个字就是会害死所有的人，让公务体系的为民服务的功能缩到最小。我有个朋友之前当潮州镇长，他就说我从来不讲依法行政，他颠倒过来，他说行政依法，他会跟公务员讲，行政是要服务人民，你就是尽量服务到法律的边界，你个做的违法啦，到遐停啦。所以他们说行政才是重点，不是依法是重点。记者刘伟婷高雄报道。淡蓝古道中路起点的基隆暖东峡谷步道与日本宫城偶来步道的灯谜路线，正是在基隆市暖东峡谷缔结友谊关系。现场进行台日友谊步道揭牌，让基隆暖东峡谷步道要上国际步道的行列。画面上是由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日本宫城县登米市市长熊谷胜广跟2市的议会议员等贵宾，在步道入口处为宫城偶来的红色小马意象揭牌，期盼透过双方步道互访交流，让更多国际旅客认识基隆跟暖东峡谷步道。据了解，在台湾千里步道协会积极媒合下，淡蓝国家绿道跟日本宫城偶来友谊步道长跑6年，因此在2024年台湾步道日前夕，日方特别组团来台设置宫城偶来红色小马意象，希望让淡蓝国家绿道让国际人士更加了解。而活动现场来了许多游客体验步道，主办单位也安排导览老师，让大家更加认识暖东峡谷步道。2位孙子要走淡蓝古道，非常开心，非常高兴，非常欢喜。今天要走的这一条古道呢，
就是所谓我们淡南古道的一条中路，那么这条中路呢，就以前所谓的那个商业往来，最主要是商业往来的一条古道，从那个石文窑啊、平溪啊，所有的物质都往这一条古道来送，那么所以这一条古道现在已经列入一条国家历廊步道了，基本上上面是没有住家，所以它的森林的覆盖率现在目前这里还是我们国家的林业署所管的保安林。保安林的意思是什么样？就是维护原来的生态，所以是这边的森林芬多精浓厚，溪谷里面有负离子，所以你来这里的话，吸一口气就可以活100年。那一般人都会比较喜欢的，比如像台湾蓝雀，在这一条路线上，在我暖是非常多的，不管是筑巢还是活动也非常多，包括最近4、5月的萤火虫季，包括最近我们台湾又发现的第3种的那个水生萤，这都是在我们暖，那这个部分也非常的重要。非常荣幸，作为我们淡南代表路段之一呢，可以跟日本的灯米步道缔结国际的友谊步道。好，所以很高兴呢，借由这一次的活动来举行我们台日的不仅是步道的交流，也是台日的友谊的交流。祝这一次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希望这个日本的贵宾好朋友身体健康，台湾的好朋友也是一样，全家幸福美满。谢谢大家，谢谢。现场的暖东峡谷步道健走活动，日本贵宾及许多爱好山林风光的健走民众，透过专业导览人员带领下，走入淡蓝百年山径，深度体验基隆暖东峡谷步道的自然生态、人文产业之美，让大家都满载而归。记者丁克宇、陈淑平基隆报道。依据卫福部111年的统计，糖尿病已经是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6。一旦发生足部溃疡合并症，不只影响病人的生活品质，严重者甚至截肢。因此，伤口的照护很重要。而现在健保署开放糖尿病足2级以上伤口银离子敷料给付，希望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足伤口的照护。过去健保对银离子伤口敷料的给付只限3度以上压力性损伤，也就是俗称的褥疮，或者2度以上烧伤及大面积的皮肤损伤，而糖尿病足等慢性伤口并无给付。不过从今年5月起，糖尿病足2级以上的伤口也正式纳入，预估大约20万以上的糖尿病足患者受惠。糖尿病足在全台湾大概有20-30万人以上，那这些病人的伤口呢，主要都是用自费的方式在使用含银敷料。那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健保将2级以上的糖尿病足纳入含银敷料的给付，其实对很多的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这样这些病人就可以用健保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含银敷料，对伤口的照顾来讲是会非常有帮助的。第1级大概就是脚上有伤口，那第2级一样是有伤口，但是第2级以上的伤口呢，它是已经侵犯到全层，也就是已经进入到筋膜层。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伤口已经是全层皮肤的损伤，有一个甚至筋膜层跟一些皮下组织的外露的时候，就已经算是2级以上了。这一类的病人就可以使用含银敷料来做伤口的照顾。该政策不但让许多经济无法负担的病人能够获得充足的协助，另外奇美医院配合健保局推动的伤口外展服务，从民国111年10月到现在，已经服务36人次，而加入了长照或者养护中心，去年有8家，今年再增加1间，希望提供慢性伤口照护最佳的健康服务。记者林根何乔邦台南报道。
护国神山台积电高雄厂即将在117年进驻楠梓产业园区。高雄市议员陈善慧关心厂区和产业园区周边路网的建设进度，要求周边的路网要在人员进驻之前完成。而也因为台积电的设厂，预计会有大量的居民移入北高雄，导致周边的房价高涨。议员也督促市府应该要注意土地标售后的房价情形，同步新建社宅来落实居住正义。台积电即将在楠梓设厂，高雄市议员陈善慧总质询时关心厂区对外与对内的交通建设情形，期望路网能及时提供，方便上班及周边居民。园区北路、园区南路、甲园区东路其中有2条一条是要对迄个世新大道连接去到迄个水管路，这条是拍通咱迄个东西向这是未来交通较方便的。一条是对迄个台一线连接火昌路，这嘛是一条重要的道路。这2条拍通，变成咱东西用会阁加2条交通的便道银武要过来上班也好。也是咱西边这边要过银武也好，拢加足方便。差不多拢伫这个117年伊会全部完工咱台积电也好咱梓科学园区也好，因差不多117年年底全部都拢会进驻。左营区房价来到1坪70万，高雄市北区房价飙涨。陈善慧监督市府应留意土地标售后的房价增长情况与社宅新建进度，真正落实居住正义。每标一斗地出去，咱的地房价就拢会小可会起起来。欢喜讲，敢是咱持有地标出去了后，建商标悬了后，相对的反映倒来消费者的身躯上，这嘛是有可能。所以讲，本身是建议持有要标地时阵爱慎重的考虑，慎重的考虑包括若有较大的地，会当去社宅的部分，咱嘛会当去起社宅，或者会来抑制咱的房价，卖互咱的房地产一再起哩，一再起哩。台积电在楠梓设厂，连带周边建案与公共设施都不断在进行，地方与中央合力，让金鸡母安稳在地安居，带动地方繁荣发展。记者李嘉龙、佩珊高雄采访报道。从17岁开始在台南安平卖虾饼，为了生存无师自通研发虾饼原料的郭继军，现在43岁的他已经有了超越业界的自动化制程，准备将安平虾饼进军国际，同时也准备新贵，希望能够提升虾饼产业文化，让这份古早味的小吃可以永续创新。17岁就替安平虾饼老店销售的郭继军，走过原料代工、自产自销，2019年就拿下世界食品评鉴大赏，并建立全新品牌。面对疫情期间的不景气，花5年不断研发自动制程。他说，原本1个月生产300公斤原料，至今已经有1吨的量。所以今年下半年就可以开始接日本、美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订单，要将台南安平的虾饼进军国际。保留精神的过程中，我希望它可以被国外看见，所以我花了5-6年的时间去研究整个制程如何去提升，也要保留它的品质跟风味。那在去年的时候，把这个产线建制完了，那也被日本客户，然后新加坡、越南、美国的客户肯定。那我希望在未来这些国家都可以吃到我们的虾饼，并且去推广它，也能让其他的国家看见我们台湾。郭继军表示，他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代，当初没有人传授，为了生存的是拼了去。这回重新在工业区开幕，就是要应付外销货柜的仓储，并且将虾饼产量提升，甚至有社会责任。他强调，绝对不是卖虾饼而已，而是做出不同，做出多元的产业文化，让虾饼自己来说故事。我希望我建立了新品厂这个过程中，是能让国外的一些亲友或者是友邦国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是更有竞争力的。
虽然虾饼只是零嘴，不过在郭继军眼中却是相当有前景。一定要改变原本产业文化，要敢投资别人做不到的。目前他已经准备新柜，让安平的虾饼产业永续创新。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新北市社会局与花雅戏曲艺术教育推广协会合作举办防暴公益专场戏曲飨宴，邀请弱势家庭、社福团体等单位到场欣赏，同时向已故的前社会局长张景丽致敬，感谢他为推动性别暴力防治做出的贡献。新北市政府3楼多功能集会堂18号下午举办警力有爱溢满人间113年新北市防暴公益专场。新北市社会局与新北市花雅戏曲艺术教育推广协会合作，邀请国光剧团演出昆曲《狮吼记》、梳妆、贵池以及京剧《杂美案》，吸引许多民众到场观赏。今天最重要，一方面把传统的戏曲跟我们反家暴来结合，因为6月是我们反家暴月，那我们的花雅协会特别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希望透过杂美案这个戏曲啊，能够唤起我们的所有的民众来注意，能够反家暴，要拒绝暴力，尤其现在儿少保案、家庭亲密关系暴力常常在媒体上都会看得到。我们希望透过文化艺术的挹注，然后来推广，让民众更生根，来预防，尤其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拒绝暴力。此外，这次演出也是为了向已故的前社会局长张景丽致敬，感谢张前局长为了推动性别平权、性别暴力防治所做的努力。张景丽局长是在我们防暴3法其实非常多、非常卓越的贡献，尤其今天他是我们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骚扰防治法等法案的一个推手，所以今天一方面来怀念他们，一方面来感念他们，一方面来做让民众唤起民众能够一起来拒绝暴力。这次国光剧团公益演出的剧目也是精心策划，是吼记描述宋朝一对夫妻，妻子因为丈夫游春得知勇女裴氏而大发雷霆的故事。杂美案则是包青天怒砸陈世美的经典故事。赞助此次演出的新北市花雅戏曲艺术教育推广协会理事长金克威表示，盼透过家暴剧目演出缅怀张前局长。张前局长对于家暴议题呢，也是毕生推动的志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呢来怀念他，让张景丽前局长这个毕生志业跟我们的家暴议题来做结合，来办这个戏曲活动。1400位来自新北市弱势家庭、社福团体等单位的民众，一同欣赏精彩的京剧昆曲演出，剧情一喜一悲，让民众大呼过瘾，同时也回头省思如何远离以及防范家庭暴力。记者林志清新北采访报道。现在的房价高涨，民众买房的门槛变得相当高。虽然政府力拼新建社会住宅，但是名额不多，很难中签。即使有机会入住，还得担心6年之后就要搬离。高雄市议员郭建盟认为，这是台湾居住正义的一大破口，因此就提出了安居住宅的新概念，希望能够成为长期居住的解方。社会住宅抽签好难中，即使有机会入住，6年后还是得烦恼是不是要寻找新的住所。当无壳蜗牛的生活，时时刻刻都无法感受到居住的安定感。高雄市议员郭建盟就提出了安居70的政策，希望可以成为填补台湾居住正义破口的解方。安居70是针对我们现在社宅政策每6年就要重新抽签所造成民众的一个漂泊感、大风吹的这种感受。所以安居70有几大好处。第一呢，它使用权状70年，30岁买房住到70岁，免漂泊安定。第二大好处就是它在市区蛋黄区，只要市价4成。第三呢，它只要8成的优惠贷款，然后月缴只要14000元，是轻松付款。安居住宅是全新的概念。假设提供70年居住权的住宅，让人可以使用较低的价格买到比较长的居住权，有了一个长期安定的住所，也可以更安心的专注生活目标。未来有机会买了自己的房子，也可以直接折抵剩余年限回卖给政府。接下来你如果买了房子呢，你又不用担心未来还要卖给谁，因为政府你任何时间要把这一张使用权状卖出去，只要卖回给政府，它会折抵你的使用年限来回购，让你可以去买屋。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刺激市场，
它不会像新加坡组屋有次级市场，会造成房价的一个炒作哦。由市府把关，安居住宅的价格可以保持稳定，因为是独立的系统，对原房地产也不会有太大的冲击。而且台湾买房阶梯门槛相当的高，民众可以借由安居政策作为规划买房的中间转捩点。它可以让租屋跟购屋之间的距离缩短，它中间可以用一个安居70，让这个民众呢可以先借由租屋来得到安定之后，再借由安居70来买到70年的保障。然后如果他幸运有收入，再可以进街去购屋，让民众也可以有一个中间的一个选项。地上权住宅是全新的构想，郭宪盟也表示，现行法规上也没有抵触，可以马上落实。如今高额的房价压着民众喘不过气，期望安居住宅政策能够填补居住正义一直以来的破口。记者孙军高雄报道。为了引导学生对国产杂粮、荞麦原料的认识，善用在地食材，由农粮署南区分署辅导台湾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和中华医事科技大学餐旅管理系合作，举办荞麦创意烘焙比赛。日前在中华医事科大举办，总奖金高达12万元。由产官学合作2024荞麦创意烘焙竞赛，日前在中华医事科技大学举行。主办单位农粮署南区分署特别邀请市府农业局长、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台南市糕饼工会会长以及台湾黄金荞麦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担任评审。另外，现场还有20位贵宾担任最佳人气奖的评委。这一次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林家宝理事主席呢，他就说想要提供给我们学生呢这个奖学金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农业部农粮署的指导单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官学活动，那企业呢可以做这个企业永续的一个社会责任实践。那也可以把这个很多的一个食农教育融入我们大专院校的一个课程。那同学呢，从大概去年已经准备了1年，就是把这个台湾在地的黄金荞麦融入我们的一些在地的食材，比如说这个玉井的芒果。那做成这个烘焙点心，那很多平民化的点心，像凤梨酥啦，或者是说蛋黄酥、司康，让大家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吃到这么可口的一个烘焙点心，而且呢，它又是很健康的一个烘焙点心。这次竞赛活动挑选12款荞麦点心，有荞麦天使蛋糕、荞麦欧式乳酪面包、荞麦小泡芙等。最后评审结果出炉。冠军是荞麦天使蛋糕，奖金3万元由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郑仲威等6位学生夺得。亚军是荞麦凤梨酥，第3名荞麦坚果米香，而最佳人气奖则是荞麦小泡芙。主办单位表示，这次竞赛采用以天然栽培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品质优良的黄金荞麦，搭配在地农特产品制作荞麦烘焙产品。以年轻人的创意巧思，打造金色新时代的荞麦点心，让专业评审赞誉有加。记者李英根台南报道。新北市政府为了恭贺今年公私立幼儿园大约3万名的毕业生完成幼儿园学习阶段，迈入小学，特别挑选小朋友上小学必备的餐具组以及词典，由教育局副局长到秀朗国小妇幼颁赠给毕业生，由5位毕业生代表接受。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欧仁豪前往秀朗国小附设幼稚园，赠送给今年毕业的孩子们毕业礼物。今年的幼儿园毕业礼物以环保、永续、减塑为理念，特别赠送餐具还有字典，让小朋友们进入小学后便利使用。餐具包包含便当盒、汤碗及汤匙，皆采用天然竹纤维材质。便当盒设计的概念以圆润的造型搭配有趣的童趣纹理，具轻松玩味的设计风格。汤碗与汤匙可一同放入便当盒内收纳，便当盖也能够当作托盘使
使用，引导小朋友们在日常中落实环保永续，呼应 SDGs 的理念，生活中的小改变就能让世界更好。对这一次的这个幼儿园的毕业生的礼物啊，幼生的毕业礼物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哈。那一方面因为固定每一年的这个毕业生的礼物，那今年特别采这个环保的这个餐盒。那环保的餐盒呢，它其实整个设计就是希望让孩子，我们老师搭配的这个课程，好让他们一起了解哈这个塑胶啊，或者是这些制品在生活中的一些影响，所以孩子们学会了这样可以使用这个环保的这个餐具，那也一方面学会怎么样透过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惯跟一些实用来爱护这个地球。新北市为全市公私立幼儿园毕业生准备的小一新生必备品，将由各幼儿园配合典礼活动赠送给毕业生，欢迎家长共同参与。今日则由秀朗国小妇幼代表全市幼儿园毕业生接受颁赠毕业礼物。典礼上除了回顾小朋友在幼儿园学习的点点滴滴，也共同分享喜悦，祝福幼生迈向人生的下个阶段。今年非常的特别，我们准备了环保材质的竹纤维、天然竹纤维的餐具组合跟我们的词典。那我们这个主要的亮点是第一个，让孩子上了小一之后，他可以有词典可以继续学习；第二个，他上了小一之后可以使用天然竹纤维的餐具组，然后确保健康；第三个，孩子在升上小一之后，他每天用着竹纤维的天然的餐具组，他会记得想到，也会让家里的人记得。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会从小响应 SDGs 的环保、永续跟循环利用。那把这一个好习惯，在小时候在生活中就养成这个习惯，让我们的孩子快快乐乐的上小一，然后呢可以学习的非常的顺利。教育局补充，挑选字典及餐具组作为幼儿园毕业礼物，除了是提供小朋友在小学阶段必备用品外，更以环保永续为主轴，引领幼儿生关注环保议题，并强调永续材料对教育的积极意义，更承载新北市对幼儿生的满满祝福。记者根基新北采访报道。高雄市的敬老卡搭乘台铁服务，在5月21号正式上线。只要起讫站在高雄市范围内的其中一站，就可以再折抵50点。另外，也有市民询问 U-Bike 是否也可以一并纳入使用范围，但是社会局表示，自行车对长辈的危险性比较高，目前暂不考虑。高雄敬老卡一直广受市民好评，能搭乘捷运、公车、轻轨、轮船。如今陈其迈在议会上自备手板，开心宣布好消息：持有高雄敬老卡和博爱卡，也可以使用社福点数搭台铁了。我们从5月21号开始了就可以搭乘台铁尤其我们今年开始，包括敬老卡每年有1200点，那博爱卡每个月是900点那可以搭乘各式样的这个交通工具。那从5月21号开始，5月21号就可以了。有一站在高雄，那最高可以折抵50点，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先前市民敲碗台铁纳入范围，但由于高雄敬老卡是年度祭点，不同于其他卡的月度属性，需要另外设计一套系统，才让市民等了比较久。如今终于登场，为了鼓励使用，社会局也加码福利，只要搭乘的起讫站其中一站是在高雄市范围内的18个车站，还可以折抵50点。想到邻近城市出游探亲也更方便。我们还是鼓励长辈去多运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因为毕竟长辈的一些分辨力不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们其实不希望长辈是自行开车或是骑机车应该是以搭乘比较安全的运输工具为主。那其实台铁其实说像长辈可能会附近去屏东或是台南探亲等等，其实搭台铁是还蛮好用的，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也有市民询问是否可以纳入同样属于公共载具的 U-Bike， 让长辈使用之余还能强健体魄。但社会局表示，骑行自行车在长辈的意外事故中颇为频繁，因此暂时不考虑将 U-Bike 纳入范围。从我们的道安汇报的一些统计资料，其实长辈在骑自行车的事故率其实是我们排第3名的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并没有很鼓励长辈去骑所谓的 U-Bike 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说它是一个
健身的工具，但是我想健身的方法也有很多哈，包含我们其实高雄市现在有很多的国民运动中心，其实都有长辈的公益使用时段是免费的。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考量比较一些安全的一些健身的方式。那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建议是搭乘比较安全的运输工具。如今5月21号开始也加入台铁福利，除了鼓励搭乘大众运输系统，也希望长辈多多走出门，每一天都有精彩生活。记者王仲凯、李凡飞高雄报道。台南一家旅店餐厅推出母亲节特别企划，活动期间除了改以全自助餐模式供应，设计出多道健康又美味的全新菜色，更在温馨的5月期间推出咸甜滋味的紫玉金香蛋糕，希望能够让消费者能够品尝更多元的创新美味。干脆餐厅在温馨5月推出全新菜色，有法式油封鸭腿、红酒炖牛肉、鲜蔬配大虾、麻油猴头菇面线等等，希望能够提供消费者一个健康又美味的聚餐选择。除了主菜以外，老爷行旅这次在甜点上同样也是创新推出甜咸融合的紫玉金香蛋糕。新主菜，那有牛舌、有羊排，还有我们的这一个麻油猴头菇，那都是一些我们这一个适合母亲呢可以来享用的一些餐点。另外呢，我们针对母亲节的蛋糕，推出了我们的芋泥咸鸭蛋的这一个母亲节的这个咸甜口味的蛋糕，总共有5层的这个层次的口感。除了这一个芋泥呢、咸鸭蛋之外，还有加上 mascarpone 的 cheese， 让它呢更显现它的滑润的口感。不止甜咸口味特别，这个紫玉金香蛋糕还有5层不同的配料，呈现出5种不同的滋味与口感，相当特别。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大林埔迁村案延宕多时，日前居民更前往市议会抗议，拒绝负债迁村。高雄市议员郑光丰在质询时督促市府要在农地换建地以及透天厝换大楼2个政策上多加些实际的补助和奖励，才能够提高居民迁村的意愿。居民拉起布条，大声抗议，拒绝负债迁村。这是大林埔村民日前前往市议会陈情的画面。虽然市政府一再提出补偿方案，但还是得不到居民的认同。市议员郑光丰在质询时，针对市政府在农地换建地以及透天厝换住大楼2方案上，建议要多加实际补偿奖励，才能提高居民的迁村意愿。持有农地的大林埔的居民，他因为持婚的关系，在法规上，市府要求要100%的同意哦。那我们希望能够松绑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希望透过这样跟换取在大坪顶的45% 的这样的农地哈，那这样的一个建地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而且比较务实的。第一个就是说很多大林埔的居民他可能领的金额他有一个集聚，如果是智慧外加这样的一个大楼的多加几房，然后让这些3代同房的大林埔的居民能够选择更多房的那个选择，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务实。虽然市议员针对2项补偿方案督促市政府提出改善，但是在大林埔居民心中，造镇迁村才是真正的安身之道。有的后赔到6万的，后赔3万几，后4万几的，有的得一平换农地得换建地换4.6，有的袂使换，你就变成讲会当换的人。心情好，袂当换的人就对你累对造成地形嘛迄落嘛有这种对立，对无？我感觉农地换了还佫无够啦。咱本地是伊大徛透天的，有家己拥有的土地，家己所有的土地，所关的土地。阮叫徛去换大楼，厝佫变细间，所以佫兼含人公家土地，都变成有土地变佫徛落变无土地去啊。所以佫呈现出就讲，我找一个大块土地，规整准复制过、迁过。虽然无完全，就像无办法讲一个新大楼无社区，后面头新社区，你是不是继续做一个模范的社区？对。大林埔居民强调不反对迁村，但基本的居住正义一定要维护。希望政府拿出魄力，真正回应居民心声，才能让迁村之路顺利走下去。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您收看《周家新闻周报》，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